喺香港，好多人都中意養下寵物㗎，而寵物當中養狗咧應該係最普遍㗎啦，因為佢係最懂人性嘅動物之一，所以好得主人嘅喜愛嘅。不過懂人性就還懂人性喎。如果你想隻狗貼貼服服聽晒你話咧，咁就要請教下呢位仁兄啦。聽你咁講，佢梗係專門訓練狗隻嘅練狗師頂啦。冇錯啦，其實馴狗師呢行咧，香港係非常之吃香嘅。事關正式註冊嘅練狗師咧，全香港都係得幾個嘅啫。全香港得幾個㗎咋？咁我諗接受註冊嘅條件梗係好嚴格㗎啦。咁就係啦。不過對顧客嚟講咧係好事嚟嘅，最低限度送隻狗啊，俾佢哋訓練，咁都會有滿意嘅成績啊嘛。嗱，好似呢隻咁啊，10年前接受過訓練，到而家一樣保持翻咁出色、咁有水準。頭先嗰隻表現的確唔錯噃，不過如果攞到獎咧，咁就威好多啦，光宗耀祖啊嘛！咧呢隻就係得過全場冠軍嘅狼狗啦，一睇就知啦，成個冠軍相咁。不過訓練佢嘅練狗師咧，亦係功不可沒㗎噃，因為訓練狗隻參展咧，方法係有另外一套嘅，例如佢嘅步姿啦、神態啦、個性啦，甚至一動一靜，都係經過練狗師嘅耐心訓練，先至有咁突出嘅表現嘅。唔怪得啲冠軍狗隻隻都咁有型有款啦。好，等我都送 Bobby 去操練下，話唔定可以同我捧翻個杯翻嚟喎。咁如果你肯每個月出翻1000零蚊費用嘅，咁呢個方法都值得一試嘅。就算攞唔到獎啊，起碼你都唔使喺門口嗰度掛住個內有惡犬嘅牌啊嘛。